国际上要紧是来看到西班牙的第三大城瓦伦西亚，昨一栋大楼大火烧，目前所在至少4个人死亡，14个受伤，还有19个人失踪。 将完坐分推车一面喷水，一面甲吊伫管楼的居民救出来。外口路里已经有医护人员伫待命。这个期间，佫传出爆炸声。目前已经知影有人不幸死亡，另外包括消防员囡仔在内受伤，大部分是骨质烧伤甲轻伤。另外有人失联，消防员必须先甲火场专门降温灭火，才会当入去搜救。 Le he dicho a mi hija y a mi suegra que salgan y estaba la gente que se ha quedado dentro. No había ningún sonido de la alarma, de incendio, nada. 上大先发生火灾是伫大楼14层，拢总138户，内底有450个住户，火痛甲真紧，煞来烧到隔壁栋。一个住伫2楼的居民甲记者讲，听讲导火点伫4楼，敢若10分钟，大楼就变做大型火场。Y hemos salido a ver qué estaba pasando, nos hemos acercado y hemos visto el incendio. Claro, se está quemando un edificio entero. Y bueno, parece que no hay ninguna víctima, pero aún no se sabe. 目前导火原因也无清楚，不过外界质疑建材可能有问题。一个工业技术学者表示，捌来过这个所在，当时就发现建筑外壁是 PU 材质，不过这种材质早就因为真好都无搁使用。这个工程师讲，大楼外壁有阿莫尼亚棒加泡棉绝缘层，虽然隔温效果好，不过较会倒起来。另外，根据西班牙国家气象局的报告，当时风速每点钟上大约近65公里。 为远远就当看到火场的火焰，呛甲半天悬。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。